呢條片嘅目的呢，就係想教識大家用呢一個客戶系統，同埋呢落到張單，我呢啟動到你個賬戶嘅。咁首先啦，你會有我俾咗你嘅用戶名稱啦，同埋密碼。咁喺呢度啦，輸入你嘅用戶名稱，咁就即係話呢一個8個位嘅一個賬戶名稱。咁然後咧喺密碼嘅部分咧，亦都輸入我哋預設咗嘅密碼，就撳登入。登入成功之後咧，咁就請你咧喺右上角呢3條橫線呢個位置，我的購物券，咁啊去到購物券商品嘅部分，咁你就會可以咧選取到咧呢個商品去啟動你嘅賬戶，落第一張單啟動你嘅賬戶啦。咁啊要留意嘅嘢係第一次落單咧係會用正價嚟結算嘅，咁以去啟動到呢一個戶口。咁之後咧就會用翻生活用品區係2折啦，呢個精品區係5折啦，同埋沙棘區係8折嘅一個價格咧去結算嘅。咁喺呢個部分啦，你揀你想要嘅一個產品啦，到入去咧，你就會見到個頁面會有呢一個產品嘅描述啦，同埋咧就會有一啲營養成分表。如果佢係食品類別嘅話，咁就會有一啲資訊喺度俾大家睇到嘅。咁由於啦，我哋第一張單咧，你見到有一個溫馨提示嘅。咁呢個訂單咧滿2000蚊就會包郵啦，不足2000蚊咧就要俾50蚊配送費，呢個係第一啦。第二咧就係你要落第一張單咧係要滿2000蚊咧去啟動呢一個賬戶嘅。假如你係一個 VIP 1嘅級別嘅話咧，咁你落呢個第一張單咧，你嘅價格可以落滿咗2000蚊，跟住咧係2050蚊以內，咁個尾數咧就會係扣除咗嘅，優惠咗嘅。咁而如果你係一個 VIP 2或者 VIP 3嘅級別嘅話咧，你第一張單咧就係落夠2000蚊就得㗎啦。咁唔需要一次過將你賬戶入邊嘅所有購物券咧都去用晒嘅。第一次啟動賬戶嘅呢一個單咧係2000蚊就可以㗎啦。咁而家我哋就將呢一個產品啦加入去咧呢一個購物車嗰度。咁然後咧就去翻購物車嘅部分，購物車你可以有2個途徑去到嘅。你撳入個產品嗰度，喺左下角，大家喺全部商品隔離會見到購物車啦。第二個去購物車嘅途徑就係右上角嘅3條橫線，我的購物券就會見到我的購物車㗎啦。呢2個途徑都會去翻購物車嗰度咧做結算嘅。咁入到嚟啦，去檢查一下呢啲係咪你要訂購嘅東西啦。喺購物車統計嘅部分咧，你就會見到個總金額嘅。咁當你都核對完成啦，咁你就撳呢一個去結算啦，喺左下角嘅部分。咁你就會見到自己嘅地址啦、電話啦，對一對啱唔啱先。咁然之後咧，你見到佢都會寫咗嘅滿2000蚊包郵咁樣啦。而咧，你喺最下邊咧都會見到咧優惠咗36蚊嘅，因為有個尾數啦，咁個零頭就抹咗。咁所以咧，當你對完呢一張單之後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確認啦。咁至到呢一步咧，你去落第一張單並且啟動呢個賬戶嘅步驟咧，就完成咗啦。